2026年度香港籃球銀牌賽男子高級組啊，咁啊屬於咧就係勝方嘅決賽。咁啊邊一隊贏波咧就可以率先進入咧就係高級組嘅總決賽啦。有香港東方咁啊鬥滿貫啊。咁啊今日咧喺早段嘅焦點咧就放咗喺滿貫嘅新嘅居港外援吉爾摩身上啦。咁啊第一球3分起手就中。咪都已經咧，當時係即係嚇一嚇大家啊！因為咧其實就即係佢之前咧都唔係話咁準啊嚇。咁啊佢其實喺一開波嘅時候咧就已經係連著2球噶啦。咁啊跟住咧登勤咧中距離又有啦。呢度吉爾摩自己帶上去急停葫蘆頂，咪又一個3分波。咁啊當時係3射3中啊嚇。咁啊一開局滿貫係13-5領先嘅。咁啊逼到香港東方叫暫停。咁啊暫停出到嚟啦。咁啊徐欽陽呢度咧就同Ivan 楊博文連線啊，咁啊彈地波俾到個N1出嚟啊 ，Ivan。咁呢球香港東方啦，好勤力，諗住以為偷到啦，點知張賢龍救翻，再俾到0度位嘅蔡再勤射入3分波。咁啊滿貫單止係入咗7個3分波啊，準到冇朋友啊！我見到呢度啦，蔡再勤啦，唔用擋，再嚟個嘅 step back 嘅3分波，咁啊佢單止都入咗2球3分波。而吉爾摩啦，咁啊繼續啦，咁啊保持住啦佢嗰個 hot hand 啦，咁啊係喺3分線外啦，咁啊不斷啦，咁啊就係去炸下。咁啊唔單止啊佢兩個啊，仲有梁少華啦喺尾段啊，咁啊3分入波兼博到犯規，咁啊屬於一個 4 point play 啦。咁啊滿貫係35-17領先完第一節。咁啊已經係一個大比數嘅領先啦嚇，咁啊跟住翻出嚟嘅時候啦。咪亦都有咧，就係陳偉邦啊！咁啊，滿貫你見到啦，嗰個嘅3分命中率啦，咁啊相當之高啊嚇！喺呢一場嘅比賽，又嚟吉爾摩啊，6射5中3分啊！早段，咁半場佢係已經攞咗20分啊！咁另外咧就香港東方換入唔同嘅後備球員啦，蘇利文啦呢球中期嚟得手，咁啊曾經咧滿貫係最大領先過26分啊！好啦，有一次成功防守轉守為攻，俾過嚟梁少華一炸波。再拱上去，咁快攻得手。咁啊，嚟自佢哋其實都係成功嘅防守啦。咁啊，本身呢個波就係咧，就係登勤啦。咁啊喺嗰個嘅防守嗰度啦，咁啊做到一個嘅封阻。咁啊徐欽陽啦，咁啊盡量啦，咁啊就係話自己啦，咁啊係刻意地啊練好啲射波嘅技術啊。呢邊咧亦都咧有一個嘅3分波。籃板呢一度，咁啊楊博文攞到，咁啊跟住咧有呢一個嘅動作，咁啊當陣時啦，咁啊球證都有去啦，就係睇呢一個 IRS 啊，咁啊睇下有冇需要咧將呢一個嘅犯規咧係去升級嘅。咁啊呢個挑戰咧應該係梁文龍教練去叫㗎嚇，咁啊最終球證睇完呢，認為呢一個係普通嘅進攻犯規啫嚇，咁啊都冇特別加罰嘅。咁啊跟住之後見到咧蔡再勤啦。咁啊明買明賣㗎啦，咁啊見到咧就鍾志榮唔係好留神之後啦，直接鏟入去博到N1。咁啊今日阿勤都手風好順啊，咁啊有24分同埋5個嘅助攻。另外咧亦都係分到俾0度位嘅鐘祖豪射入3分啊。咁啊半場完咧佢哋係16射10中3分，非常準啊。咁啊另外咧見到咧蘇柏軒後備入替啦，呢球波臨完上半場咧都俾佢扭到上去。但係始終當時嘅分差都好遠啊！滿貫係領先61-38完半場嘅。咁啊滿貫嘅3分命中率啦，咁啊 keep 住啦，其實喺呢場波啦，咁啊都係5成以上嘅一路啊！咁啊下半場一出嚟又嚟過啦喎，咁啊跟住蔡再勤啊，咁啊一開波啦，咁啊就嚟一個嘅3分。之後衛龍儀啦，咁啊喺低位嗰度揾到，咁啊擋空晒啊！蔡再勤呢一節咧。繼續係咁 hot hand 嘅，咁已經入咗4球嘅3分波啦。另外仲嚟個 pick and pop 嘅戰術，俾埋吉爾摩。咁啊吉爾摩咧今日入咗31分，另外亦有10個嘅籃板進帳。不過呢球咧阻唔到奇勒啦。咁啊奇勒感覺上咧有啲孤軍作戰嘅感覺啊。咁啊今日其實佢都有21分同埋6個籃板。跟住啦，咁啊就係呢邊見到啦，咁啊徐欽陽，咁啊亦都咧有一個嘅助攻啦，咁啊俾咗啦，咁啊就係籃底嘅蘇利文啦。咁所以見到係徐欽陽喺呢場嘅比賽咧，其實喺各方面咧都有好多嘅進步啊，射術啊、傳球嗰方面啊。咁啊吉爾摩就繼續啦，咁啊都係喺度咧就係攻炸緊咧呢一個嘅3分嘅。咁啊完第3節87-58啊，咁啊吉爾摩當時咧就
咁啊基本上係10射8中3分啊，好準啊，攞咗29分嘅啦。咁啊跟住見到蘇柏啦，蘇柏軒咁啊借個擋之後你唔出去咧就咁啊嚟個3分波。咁啊今日蘇柏軒咧都算係後備一個香港東方表現咧差唔多最好嘅球員啦嚇，有17分嘅進帳。咁啊基本上去到第4節嘅中後段咧都已經係勝負已分嘅啦。咁啊跟住見到少華啦，再俾埋威龍兒，佢都話整翻球。佢話佢都唔輸蝕啦，我都有3分進帳。滿盤啦，咁啊大部分時間啦，咁啊都係 keep 住啦，咁啊就係領先住20分嘅波啦，咁樣係去打㗎嚇。咁啊東方就偶爾啦係做一啲嘅回應嘅啫。呢度有靚嘅，咁啊徐欽陽咁啊俾到個靚波，黃銘德上籃啊。咁啊最終咧就滿貫係以98比78咧係擊敗香港東方嚇。咁啊香港東方咧就落入負方組，咁啊仲要喺復活賽咧就打翻上嚟嘅。